Hello，我这种技术问 ChatGPT 有关潮州话解问代。豆荒嘅潮州话做呢答，豆荒嘅潮州话是照该，伊这个嘅罗马字已经写啥了啦？例如答我爱去豆荒，我使翻译我想去照该，有影啵？做呢意思写假咧，我大概是该啊，街头到漳州话就是街头啦。特别根据我睇到嘅母歌有少嘅母歌应该是改只掉，对，该到潮州话是该。哈，你改答案了哈？豆荒嘅潮州话应该是照路，而唔是照改。再写你指出我嘅错误，我爱更加努力嘅学习甲改正，有影无？因为我应该潮州母歌嘅朋友啊，伊是中国嘅朋友啊，有时阵我拍传统嘅汉字伊无显示出来，所以我始终用中国嘅简体汉字来问伊睇，无咧查睇者，无咧。唔好意思啊，我正式嘅传播咧，有潮州人会使甲我答一个无？豆荒潮州话应该爱做呢答咧？我有听过人答只荒嘅啦，我有潮州朋友答，伊感觉行行甲食饭有差别。行行就是四处行嘅意思，食饭就是佚佗嘅意思。祝好福兴潮州话。潮州话作为一种重要嘅方言甲文化资产，应得到保护甲传承。伊会是自作可能有助于复兴潮州话嘅方法，提倡潮州话嘅使用，鼓励潮州话使用者继续使用甲传承潮州话，尤其是到家庭甲社区内，潮州话使用者可以透过甲老囝用潮州话交流。参加潮州话教学，甲研习等方式，促进潮州话嘅传承。教授潮州话嘅教学应该开始到自治甲社区同得到重视。教授潮州话嘅课程应该到自治甲社区内底增加。只会使帮助学生甲后生人更好学习甲掌握潮州话。第三，小百货传承，通过互联网、智能手机等向度技术嘅应用，会使将潮州话小百货传承，诸如到网络顶开设潮州话论坛或社交媒体平台，将潮州话使用者增加交流甲分享。第四，文化活动，举办潮州话相关嘅文化活动，如潮州话讲座、潮州话点夜载等，只会使增加潮州话嘅曝光率，提高潮州话嘅受光自度，政治促进潮州话嘅创新甲复兴。总之，潮州话嘅复兴需要整个社会嘅参与甲努力。咱会使通过多种途径，如提倡潮州话嘅使用，教授潮州话、小百货传承甲举办文化活动等，来促进潮州话嘅保护甲传承。Digitalize 到中文应该爱写小百货，毋是小字货，即提高小字。我会想到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这类小字。非常感谢你嘅指教，小百货确实是更准确嘅中文翻译，只小字货可能会造成其余则为语言无形，我会更新使用词句。
以确保我嘅回答尽可能准确甲清晰，在谢你嘅帮助甲支持，我华语学在本对部门，我会直接继续写大家小虎老嘅字章电话华语分享职业片，在谢。